舊式屋苑停車場好多部電動車同時充電，然後電箱啪一聲跳咗掣，然後全場黑晒，日日跳掣。唔通呢啲就係香港舊式屋苑嘅充電日常咩？唔係嘅，從今日開始呢個問題將會成為歷史。我係光電嘅偉仔，今日帶你睇睇我哋點樣用儲能嘅思維改變呢個遊戲規則。想象一下一棟40年前設計嘅舊式屋苑，當時嘅設計師點可能預計到今日家家戶戶都有電動車充電先得㗎？佢哋只會設計一個好細嘅水管，勉強夠你啲燈嘅照明啊、雪櫃啊、冷氣啊等等嘅基礎嘅家居嘅設施。而家每一部電動車嘅充電嘅功率就相當於同時開10部冷氣啊！結果就係一充電就跳掣，輕就斷電幾個鐘，重就有安全嘅隱患。呢個唔係管理公司唔配合，而係物理嘅極限就喺呢度啊嘛。究竟傳統我哋點樣有乜嘢解決方案呢？其實而家解決方案得2個嘅啫。第一個，一係你就花幾百萬去改造成棟樓嘅電網，加一隻火牛；一係你就將嗰個充電嘅功率慢到好似蝸牛咁樣，得13A 3個 kW。前者業主唔會同意，後者你充電你等唔等得起啊？咁唔通住喺呢啲舊式嘅屋苑就注定同電動車同充電樁冇緣咩？咁梗係唔係啦！我哋新 Power 嘅頂尖科研團隊俾出咗第3個答案，核心嘅秘密就喺呢度，來自寧德時代高性能、高密度嘅固態電池。佢嘅工作原理就係一個好大型嘅電池，喺日頭成個社區嘅用電量都係屬於一個低電量嘅時候，佢就用6至8個鐘嘅時間，慢慢喺電網嗰度吸收嗰啲電，儲起嚟。到咗夜晚，等你翻到屋企，佢就可以釋放22 kW 嘅大功率，為你嘅車快速充電。佢內置咗寧德時代嘅高級儲能系統，充放電嘅壽命超過6000次，22 kW 實際輸出功率比普通屋企充電快6倍啊！佢有智能 AI 控制，自動識別電網嘅負荷，絕對唔會令你跳掣。最關鍵嘅係，佢對於舊式屋苑嘅電網嘅需求，只係傳統嘅方案嘅1/10。再舊嘅樓，50年代起嘅樓都頂得住啊！咁樣咁顛覆性嘅產品，究竟背後係邊個喺度支持緊我哋新 Power 咧？首先，電池係嚟自我哋嘅股東寧德時代，一個全球電池嘅絕對嘅王者 Tesla 寶馬嘅供應商。其次 ，AI 嘅儲能演算法係嚟自香港理工大學黃勝偉教授嘅團隊，國際智能建築同埋能源領域嘅一個頂尖嘅專家嚟嘅。黃教授親自領銜嘅智慧能源研究所，為呢個方案提供咗核心嘅 AI 嘅演算。佢可以智能咁樣預測用電嘅高峰，同埋優化成個儲能嘅策略，等每一度電都發揮最大嘅價值。呢個方案創造咗3贏嘅局面。第一，對於車主嚟講，享受22 kW 嘅快速充電，翻到屋企1個鐘，補足200公里嘅續航。第二，對於物業管理嚟講，零電網改造、零跳掣嘅風險，仲可以收取合理嘅充電嘅服務費。第三，對於電網嚟講，高峰嘅時間唔使咁多人充電，低谷嘅時間多啲人充電，等電力嘅分配更加高效。咁我哋又嚟計一計個性價比咯。傳統嘅加牛房改造電網嘅改造方案，300萬至500萬，仲可能耗時你2年，仲唔知批唔批你添。我哋嘅方案1個車位單個車位安裝，即刻用。如果你而家係住喺啲舊式嘅屋苑裏面，你而家就可以擁有一個媲美高級商場嘅充電嘅體驗。目前我哋已經有好多嘅成功案例，例如麗港城同埋港灣豪庭呢啲咁樣嘅大型嘅屋苑，曾經不可能充電嘅社區，而家業主夜晚翻到屋企即插即充，第2日過夜叉爆，滿電出發，呢啲先係真正嘅智慧城市嘅解決方案嚟㗎嘛。光電充一充，未來更輕鬆。我係光電嘅偉仔，如果你對於充電都有咩其他特別嘅諗法，我喺呢度等你，歡迎你俾多啲嘅意見我。